每個人都可以塑造屬於自己嘅將來，揾到適合自己發展嘅範疇。VTC 轄下機構成員才俊高等教育學院 SHAPE 同備受國際認可嘅海外及中國內地大學合辦，銜接學士學位課程，專為高級文憑及副學士畢業生而設。課程涵蓋7大專業範疇，最快1年完成取得學士資歷，就可以快人一步投身職場。大部分課程已獲資歷架構第5級別，亦得到唔少本地及國際專業團體認可，質素有保證。我哋嘅夥伴大學嚟自英國、澳洲及中國內地，備受國際認可，教學質素與當地大學課程嘅水平一致。畢業生證書由夥伴大學頒授，畢業生除咗投身專業，亦可以繼續升讀碩士課程，獲取更高學歷。SHAPE 成就未來，塑造理想人生。